今日呢一集咧，將會係有非常豐富嘅資訊咧，係俾咁多位觀眾嘅。因為咧，今日將會有一個好經典教科書式嘅上升趨勢線嘅調整咧，將會顯示俾大家睇。嗱，可能大家會覺得咧，比特幣咧喺星期日嘅時候個表現好差啦，跌穿咗個上升趨勢。但係我冬季炒幣咧就唔係咁樣睇。咁我詳情咧就幫大家去專業分析一下。嗱，首先呢一個咧就係大致上比特幣目前嘅走勢啦，上方有一個日線嘅下降趨勢線，下方就有一個短期收復嘅上升趨勢線。嗱，咁目前就咁睇，咦，係咪跌穿咗呢？嗱，其實唔係。點解呢？因為首先我教大家咧，其實上升趨勢線咧或者下降趨勢線咧，係可以有一個修正嘅狀態嘅，而我自己咁樣睇咧，其實比特幣咧仍然係處於呢個上升趨勢線上邊。好啦，點解咧？咁呢個就從短期去睇起啦，因為咧由80,600蚊開始咧，我哋去觀察到市場好多嘅變化。嗱，市場調整得越耐咧，就越多一啲蛛絲馬跡啦，去俾我哋發現市場真正嘅真相嘅。咁其中一個真相就係咧，我哋要留意上升趨勢線係有一個重點嘅，就係每一次咧佢創造出嚟嘅低點咧，一定會高過上一次嘅。咁嗱，同埋有一個條件就係上升趨勢線咧，係一定要有最少啦2至3次嘅位置測試咧，我哋先至會判斷係一個有效嘅上升趨勢線嘅。咁所以其實咧，大家要留意到啦，佢每一次嘅高點咧都會高過上一次嘅。咁同時咧已經測試咗3次啦，係嘛？咁原本個趨勢線咧應該咁樣畫嘅，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就算跌破咗呢個位置都好啦。咁其實佢都未至於話跌穿咗84,000蚊嘅。如果你見到比特幣係跌穿84,000蚊咧，呢個就真係真正嘅跌穿啦。咁呢個時候咧，你再揾個位置做空都唔遲。但係目前嚟講咧，就唔好俾一個短期嘅市場誤導咗你對於市場嘅分析嘅。嗱，咁另外上方咧嘅最大阻力位仍然係94,000蚊，因為94,000蚊咧就係日線嘅下降趨勢線位置啦。同時已經係好多次咧測試嘅頂部都未能夠突破嘅嚇，咁所以其實喺短期嚟講咧，多空雙方仍然喺度進行一個測試嘅階段，就因為未有任何消息嘅出現啦，又或者未有一個階段性嘅成交量出嚟嚇，咁所以其實市場咧仍然處於一個好保守嘅狀態。嗱，咁我可以俾大家去睇翻，其實喺星期五嘅會員點位咧，我就諗住喺94,000蚊嗰度做空比特幣嘅，咁最尾諗住92,000蚊止盈啦。咁但係就真係非常之可惜啦，咁啊去到咧93,500幾蚊度咧，就再冇升咗上去嘅。咁但係其實都起碼同我自己預判市場呢度有個阻力位咧嘅位置都係好類似嘅。OK，咁所以其實咧，我暫時對於市場嘅判斷仍然都係咧處於一個震盪嘅階段。如果睇長遠少少咧，我哋可以用多少少指標去睇嘅。咁第一樣嘢就係布林線啦。嗱，因為布林線咧嘅上軌同埋下軌咧係好容易會觸發一個支撐同埋阻力嘅作用嘅。咁大家留意到啊，其實佢喺呢個87,000幾蚊咧，呢個上升趨勢線其實都係好接近布林線嘅下軌嘅。咁所以其實94,000蚊咧都係布林線上軌嘅附近，亦都係會好容易遇到拋售壓力。咁第二就係呢個 EMA 嘅指標啦。其實 EMA 30即係30天嘅移動平均線嗰個位置咧，都喺94,000蚊附近嘅。咁大家可以預可能會探啲針上去再落翻嚟啦。咁所以其實94,000蚊咧，將會係目前嘅比特幣最終嘅大阻力位。如果比特幣升穿94,000蚊嘅話咧，佢就好快會收復去翻10,07,000蚊嘅。OK， 因為喺呢個階段入邊咧，市場會進入一個真空期嘅。咁另外，如果佢跌穿咗啱啱所講嘅84,000蚊嘅話咧，咁其實80,600蚊咧都已經係好難會揾到個底部啊，因為上升趨勢線其實係一個心理關口嚟嘅。佢跌穿咗呢個位置，代表緊80,600蚊嘅多方咧都將會投降。咁到時候咧就會再進入一個周線級別嘅支撐，就係74,000蚊啦。咁市場大致上就係咁樣走啦。咁如果係真係要睇嘅，目前其實市場個拋售嗰個機會率係會比較大啲嘅，因為咧嗰個移動平均線咧係向下發展，就冇黃金交叉或者冇一啲好經典嘅牛市指標出嚟嘅。另外以太幣方面，以太幣啊同樣都係咧有一個短期嘅上升趨勢線啦。咁嗱，以太幣咧我教多一樣嘢。OK， 咁以太幣咧就唔係淨係睇啱啱所講嘅布林線啦，同埋移動平均線咁簡單嘅。如果我哋要學識去睇以太幣咧有冇力上去或者幾時冇力咧，我就會用呢個上行通道嘅。
嗱，上行通道嘅作用就係話俾大家知道咧，第一，佢每一次咧嗰個低點咧都一定會高過上一次嘅。第二，佢嘅上升浪嘅高點咧都會高過上一次嘅。OK，咁呢個就係一個上行通道嘅作用。如果喺今次嚟呢度守穩啦，OK，我假設以太幣喺3100蚊附近成功守穩，咁佢就會進入一個新嘅上升浪啦。嗱，咁呢個上升浪咧就有一個重點嘅，佢就一定係要高過3400蚊。如果佢呢個上升浪喺3400蚊之前就冇力落翻嚟嘅話咧，呢個就係以太幣衰弱嘅跡象。咁呢個係第一步嚇。第二步，如果佢跌穿埋呢個上行通道嘅話咧，將會係一個好嚴重嘅睇跌信號。咁所以其實咧係有兩個情況咧可以睇下會唔會做空嘅。咁第一個就係判斷呢個左側嘅入場啦。咁第二就係右側入場，趁佢跌穿嘅時候就去順勢做空。OK，咁呢啲咧都要配合一啲好短期嘅趨勢線啦，又或者一啲即時嘅判斷嘅。咁所以其實除咗指標之外咧，我哋都要學識運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睇到市場係咪真係一個衰弱嘅跡象咧。好啦，咁呢啲就係一啲好片面嘅分析嚟嘅。如果大家係想去獲得呢啲咁專業嘅會員點位同埋一啲好專業嘅分析資訊嘅話咧，就可以喺度加入會員群組噶啦嚇。咁今日嘅分析去到呢度，我哋明天再會，拜拜。